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思考你伫过去的日子中间对阮的款待，真正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有丰盛的恩典伫阮的生命中间。检采有时也拄着逆境，但总是主你的恩典教也婉言，互阮会当超越过阮人生中间的困境，得到真实的平安。所以，阮用感谢的心，用欢喜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要服侍敬拜你。恳求主，你教阮三甲地地，保守看顾阮的一切，特别互阮的心得到安静，会当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恩待，透过你话来透放阮的生命，互阮受束缚的灵命得到完完全全的透放。求主也互阮伫这段安静的时间，会当甲你有亲密的交陪，搁一遍了解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亲爱的主啊，阮也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拢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阮无论现时学乐理、诗会、医治特殊、传讲信息，或者是抒琴，或者是准备圣礼典，或者小会员，阮拢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帮助阮会通做好阮的服侍，带领众兄弟姊妹来敬拜你，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你。是阮的主啊，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圣手，特别是阮10月份特别有中级的改选，要组成新的团队，求主亲自带领看顾，互教会所推动的事工、所计划的所有计划，拢会当满足你的心意。然后阮所设立的这个机构，无论幼儿园、安养中心，也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这个机构拢会当祝福更较侪人。亲爱的主，我也特别将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看顾，将真实的公义、公平、仁爱赏赐互阮，特别兴起逐位的正教会，阮全体的教会拢会当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来荣光主的圣名。主，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耶主后线到永远。关以色列讲，伊的主爱线到永远。关阿伦做事的家讲，伊的主爱线到永远。关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的主爱线到永远。咱同齐来唱诗，阿罗上帝圣诗第55首，我信全能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
团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将请坐，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的天父，阮的救主耶稣基督，踮伫阮内面的圣神，你是阮生命的起头，你亲身找回阮早会捌走失的羊，搁伫人生的道路陪伴阮同齐行。你也是阮心灵最深的知己，你监察阮的内心，阮的言行举止，知影阮所有的意念，伫你面前，阮完全无法度隐藏，就是创造最黑暗的深渊，伫你来看，甲日时拢共款。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毋是因为阮有甚物资格，是因为你的救赎恩典，邀请阮进入你的同在。无论阮今仔日是带着甚物款的心情来礼拜，是仰望、期待、感恩、见笑、不安、劳苦、悲动大。破碎、迷失，你拢伸手接纳阮，欢迎阮，将阮揽伫你温暖的怀抱中，互阮享受伫你内面的安息。主啊，阮也老实承认，阮的言语有时凊彩讲，阮的承诺有时做袂到，阮的心有时分裂，讲的较侪。无共款，袂记得你对阮的教示。你讲恁讲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所以阮会晓用虚假来遮掩见笑，用假讲逃避责任。主啊，求你赦免阮，互阮的喙、甲心、甲骹手拢归向你。今仔日，阮聚集伫你面前，愿你的神真实摸着阮的灵魂。愿阮的敬拜毋干那是歌声，是全人的交托；愿阮的祈祷毋干那是言语，乃是生命的回应。愿你伫敬拜中得到完全的荣耀，祝福阮的生命得到更新。会当活出你的款式，向阮的主，阮的祈祷无够额，但阮要用你所教示你的学生的祈祷文来祈祷讲。
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15篇，也就是诗篇65篇，伫圣诗后面第23页。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学路，得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好，伊的水满满。你管压残垣，满伊的高，修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滴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满来盖。咱即马要请圣歌队用诗歌来带领咱的敬拜。因所要吟的诗是“阿罗伊大尊名”，阿罗伊大尊名。
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所要读的圣经有2段的经文，第一段是《箴言》25章14節，第二段是《馬太福音》第5章33至37節。我要用現代台語譯本來讀。無送禮物，干那看口禮物偌好，親像有風有雲，無落雨。第二段，恁閣有聽到律法安尼教示古早人講，毋通違背所下的願，佇主面前下願着實行。毋過我甲恁講，攏毋通咒詛，毋通記天咒詛，因為天是上帝的寶座，嘛毋通記地咒詛。因為地是上帝的腳點，嘛毋通記耶路撒冷咒詛，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嘛毋通記你的頭殼咒詛，因為你袂當互一支頭毛變烏，也是變白。恁講話是就講是，毋是就講毋是。其他加講的是對邪惡者出來的。今日本堂蔡牧師所要帶來的信息是生路的智慧，生路的智慧，請大家用恭敬的心來領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這禮拜開始，咱要繼續來看箴言中間，特別是有關講話智慧的相關的主題。咱今日要來看講話上重要的一點，就是愛講誠實的話。所以牧師要講生路的智慧這個題目。要領受上帝話進前，咱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阮感謝你的恩典。感謝你透過你的話，閣一遍來幫助阮，互阮會當調整阮的生命。主，求你除去阮生命中間你無歡喜的事，用你的話來清起阮的心肝，互阮哪來哪合你的心意。安尼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其實咱攏知影，咱是活踮佇一個講話欠缺公信力的時代，特別咱看見到即馬台灣的迄個，莫講台灣，其實全世界迄個港騙吼、詐騙，這件代志真恐怖。我前幾工帶迄個傳道書的訓練，因其中有一組咧討論。即個台灣的詐騙，伊講台灣的，伊講根據統計，台灣一工的詐騙，是3億，我聽了遐恐怖，講敢真正安尼，敢有遐尼一人會向騙去，就是。咱顯出一件代志，就是講，咱看見到，這個世間真濟人講話無算話，空嘴無舌。特別你若拍開電視，還是聽廣播，還是看這個手機或者報道，特別是政治人物。常常為着要當選、要選票，烏白開支票，互選民一個足大的期待。當伊當選了，發現甲伊講攏完全無相共，互人真失望。有一寡人嘛感覺講，改成講這個，毋免負啥物責任，反正過一段時間，大家就袂記起啦。等後一遍選舉。
过来开一本支票就会使啊。所以咱活踮伫即个世代中间，咱真正爱有一个觉悟，就是咱做基督徒的，爱甲即世间无共款。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安尼来讲，答应人要送礼物的，结果无要送礼物，咧讲礼物偌好，拄啊亲像有风有云，但是无落雨。在圣经中间，互咱一幅图，这幅图是讲，经过真久的旱灾，拢无落雨，突然间天边出现一片乌云，互人感觉讲，介绍要落雨啊！突然间佮起风，我感觉抱着足大希望，讲雨水伫要来啊！结果有风有云，但是却无落雨，互人真大失望。圣经用这个图样来表现，来做一个譬如，一个人答应别人一件代志，却做袂到，好亲像为着要互人有一个好的印象，开永远无法度实现的支票相反，一直咧乒乓伊的礼物偌好，但是却无要送出去，最后总是互人失望。所以失信是人伫品格顶面的问题，也会互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产生冲突。所以咱今日要来面对这个软弱。实际上，咱来理解，咱做上帝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做一个守信仰的人，上界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咱也知影，上帝的本性就是信实。规本圣经中间，拢咧证明这点。咱若看圣经，对第一本看啊上尾一本，拢咧咱讲咱的上帝的本性，就是慈爱，就是怜悯，就是信实。上帝就是讲话算话，伊甲咱约定的代志，伊一定实现。申命记第7章第9节讲：恁爱知耶和华恁的上帝，伊是上帝，是信实的，是信实的上帝。听伊守伊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这个说明上帝是一个守信用的上帝。咱若继续看，无论是历史册，无论是智慧文学，比如讲箴言、诗篇，或是特别诗篇内底，拢去讲起着真济，这个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咱若看到先知书，先知嘛一直咧讲，恁所信仰的上帝，以色列百姓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比如讲，咱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特别用迄个婚约来代表上帝甲人中间的关系。讲以色列啊，我要带你做某。我要对你仁义公平，用慈悲不变的听款待你，互你永远属于我。我要用信息带你归我，你就认捌我是上主。而且，上帝要带以色列百姓做伊的某，而且是用信息一个坚定的约定来坚持这个婚约，表明伊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上帝，一定遵守对百姓的约。所以，说明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咱若继续来看，新约圣经嘛一直咧强调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福音书、保罗的批信，甲其他的批信，拢再说明上帝是一个言出必行、信守承诺的上帝。所以咱的圣经叫啥物？叫做新旧约圣经嘛。
伊是一个约，上帝甲咱约定，上帝甲咱拍契约，伊就照这约定咧实行，伊袂违背伊的约定。上帝讲，咱若做伊的百姓，顺探伊，照伊的命令行，信靠伊，伊就要赏赐福气互咱。这是上帝甲人的约定。伫新约，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为咱带来救赎，咱就有一个生命之约。所以咱等下要守圣餐，要甲主同坐道，这就是咧。搁一面提醒咱，甲上帝有一个约定，是耶稣基督用伊的身体、用伊的宝血为咱献出的这个约定，遮尔坚定的约定，上帝无违背伊的约定。所以对圣经中间来看，上帝就是一个信实的上帝，这是上帝本性之一，伊袂改变。而且上帝的信息唔单单记载伫圣经，也是咱人生的体验。我相信咱信主，无论你信主偌久，咱应该拢会当去体验到上帝是信息的上帝。上帝若伫圣经中间有应允的，伊的确照伊应允安尼赏赐互咱。我嘛会当做一个见证，我服侍主。就是讲上医毕业了，开始服侍主，30几冬，伫即30几冬中间，我有做主个祈祷，我若为着教会祈祷的上帝拢照即个祈祷实行伫我，互我看见。为家己祈祷也无一定啦，因为我尾仔去反省，有时家己祈祷迄是我家己的意思，毋是上帝的意思。但是为着教会祈祷的，我拢看见上帝拢实行伫我的中间，互我看见，伊是信实的上帝。当然为我家己祈祷的嘛是有啊。譬如讲，我破病即件代志，我伫58岁之前拢应该算做身体袂歹算健康宝宝，咱知影几年前我破病，破病时实在是真痛苦。迄个时阵真正感觉讲，人若无破重病无法度迄个体验嘛迄个时阵我嘛对上帝祈祷讲，主啊，我捌甲你约定我捌甲你誓约。我要一世人服侍你，我毋知我会当服侍到当时，毋知敢是到即摆为止啦，但是阮破病迄个时阵为止，但是上帝若是你允准会当互我搁服侍你几冬，我会真用心认真去完成你交代我的职务，求你怜悯我，求你看顾我。当然，伫真侪护理人员、医师的帮忙下面，我的身体渐渐恢复。其实我有甲大家讲过我咧治疗过程中间是拢无艰苦啦迄治疗了迄个副作用互我足艰苦就是讲喙拢破去无法度食物件嘛所以就身体就散了佫有一项就是因为我做迄个放射线治疗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伊会失去迄个味觉啦，就是食物件无味啦。食物件啥物物件拢无味我会记迄个时阵，阮小妹带我去食迄个青草食迄个人讲食免惊，食到饱迄逐项我食就是拢无味拢做歹食的。我本来是做爱食的结果迄个物件食了做歹食。人讲迄牛排偌好食，我食了我老公无顺着讲，
迄食起那亲像咧食纸箱啊！我无想讲，你是捌食过纸箱啊？哦，就是拢完全无味啊！迄就足艰苦，因为我最爱食物件，都食了拢无滋味哦，就自然而然就无爱食。结果差不多经过8个月，8个月了吼，有一天我就咧我煮一碗面咧食，我就想讲来，我过去最爱食咸啦吼，食较重口味的吼，我就来放一条咸，我反正食也无滋味啊，放一条咸一点仔尔哦，叫食来吼。我迄咸会放大，突然间拢感觉我好咸的啊！我又毋知影，迄时我欢喜的，讲哇，第一届讲食物件有味啊！但其他的味道拢无啦，就是那咸尔。结果过一段时间了，就渐渐所有的迄个味觉拢恢复啊！所以到即摆拢完全拢食会出来啊！所以即摆请我食啥物，我拢食会出来。只是讲有时因为喙暖较少，所以有时爱啉水。伫这个过程中间吼，我就真正去体验着上帝的信息啦。伊一步一步咧引导我，互我会当继续徛伫讲台顶面吼。因为我著上帝讲，你若互我喙破袂当讲话，吼，食物件。无味，都无爱食，就无体力。安尼我是命继续服侍。所以上帝照伊的信息，互我会当继续服侍伊。我实在是感觉真感谢上帝。所以牧师今日要甲大家讲，咱对圣经来看，也是讲咱个人的体验，咱拢知上帝是一个信息的上帝。所以既然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信息的上帝，咱做伊的百姓的，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咱嘛爱变做一个信息的人。因为这个信息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命令甲旨意。咱对遮所读的第2段圣经，安尼讲，伊讲耶稣讲吼，恁听去古早人的教训。这旧约的律法，安尼讲毋通违背你下愿，你下愿得个爱执行，耶稣伫遮介绍咧对咱讲，伊讲旧约的讲法是安尼，伊讲，但是我甲恁讲，恁根本袂当就抓，袂当下愿，恁的。你袂当指着天下愿，袂当指着地下愿，袂当指着耶路撒冷下愿，甚至袂当指家己的头下愿。恁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搁再加讲，就是出自迄个歹。耶稣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咱知影就抓是讲下愿。原本就是讲，人要证明家己所讲的、所做的代志是确实的，所以因会用这个下愿来加强家己的讲法，爱别人相信。但是真侪人用上帝的名来下愿，家己却是软弱，袂记起家己所下愿，也是故意违反家己所下愿。所以摩西律法中间就严格规定讲，恁袂当指着我的名来发假的咒诅，侮辱我的名，我是上帝，恁的上主。所以因为人遐尼软弱，所以有的人就会指上帝去下愿，却无达成。所以律法中间袂当安尼做。所以一些人吼。因就故意无要安尼做，因因就用另外一种变巧的方法，因就指天下愿，指地下愿，
指耶路撒冷下弯，哦，什么指家己的头下弯，哦，但是耶稣讲咱毋免安尼做，绝对袂当安尼做，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踏，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君王的城，咱的头毛，咱连互头毛变白还是变乌，拢袂当控制，拢是上帝咧掌管，甲上帝拢有关系。所以毋通用这故意要闪避上帝的名。耶稣咧讲，要做我的门徒的，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若搁再加讲，就是出伫迄个歹。耶稣期待伊的门徒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伫遮重点毋是讲下原是毋对的，是耶稣是要叫咱用更较谨慎的态度去控制咱所讲的话。无其实咱生活中间，也是讲咱的信仰中间嘛有真侪下原。比如讲要结婚的时阵，就爱伫上帝面前立约啊，甚至咱2礼拜之前有人洗礼。嘛是伫证人甲上帝面前立约嘛，甲上帝立约嘛。毋是讲袂当立约，是咱爱真谨慎这代志。毋当互咱所讲的话空嘴无子，凊彩黑白讲。咱要诚做耶稣基督学生，咱爱表示出咱诚实的本性，互人知影咱本身就是一个信实的，是值得人信任的。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你伫外面讲话无算话，人讲这也咧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若是一个讲话算话的人，人讲这确实是基督徒，正港的基督徒，为主做好见证。所以咱爱了解，爱了解这点。所以牧师有3个提醒，帮助大家会当做生路的智慧。第一项，就是咱要当答应代志之前，咱先爱先做评估啦。毋通凊彩无经过思考就答应，答应了较后悔，佢做袂到。要评估啥？第一件代志评估讲，咱做这件代志。敢会当互上帝得到荣耀？敢会当互人得到利益？咱伫新闻中间嘛常常看到一寡人为着义气，答应人做一寡违反法律的代志，结果互家己别人损失，家己嘛损失。所以这袂当用信约人的人，咱莫答应人。该事先评估啥？咱到底敢有能力？去达成咱所讲的，耶稣伫福音书内底捌讲2个譬如。耶稣讲，你若要起一座楼，要起一间厝，你得爱先计算一下，这楼敢起会起来，爱开偌济钱？若无你无计划这个，就按地起落去，结果起袂起来。看到的人拢来笑，讲这人开工却袂当完成。搁第二个比如讲，人一王要去烧战，伊就先做一个评估，对方的战略安怎？伊的战略超过我，赶紧去甲伊讲好，毋通烧战，无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耶稣咧讲这2个譬如，就是咧讲。你做一件代志，你答应别人一件代志进前，你着爱先做评估，家己有迄个能力会当达成，若通达成，你才通答应。所以这真重要，咱毋通凊彩黑白讲，特别是对囡仔，咱做长辈有时对咱家己的细囝有时答应一寡代志，做袂到你嘛想讲囡仔拢会袂记记的。我昨昏就特别问阮后生
木奇啊，爸爸，你自细汉到大汉吼，爸爸有啥物答应你的代志做无到的？伊老讲吼，爸爸足济的。哦，我想讲啊，有啥物代志？伊讲你有时答应我一件代志，拖足久较做。有时答应我要去带我去倒位，要带我去食啥物，到即摆拢还未达成。我想讲，哇，迄十几年前的代志，还阁记条条。你还理解？讲囡仔拢会记住，还是讲你答应别人的代志，别人拢会记住啦。唔通清菜黑白答应。首先爱做评估，第二件代志就是爱信守约定。你既然答应别人啊，你就爱尽力去完成你答应别人的代志。袂当因为家己欢喜还是无欢喜，放弃要承诺要做的代志。伫小事中心，伫大事才当受交代。因为信守你的承诺，代表几个重要意义。第一项，咱无被邪恶所绑。耶稣讲，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若搁再加讲，就是出伫迄个歹的。魔鬼就用即种的空拍来攻击咱。所以咱来做一个守信用的人，表示咱无搁再受罪恶捆绑，是属于良善的。第二，咱伫人格顶面的受肯定。失信是人格一个足大的损失。失信的人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但是倒边来看，如果你是遵守信用的，会当得到别人的尊重甲肯定。当然，你若要信守约定，就是你的本质爱是一个诚实、忠心的人。耶稣讲恁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若搁再加讲，就是出伫迄个歹的。意思是讲，咱用诚实的心，将咱内心所想的表达出来，咱言行一致。这是咱上界好的信用表现。有一句话讲，诚实是上界好的政策。咱卖人来讲，诚实是上界好的信用表现。咱伫外面咧工作，人就是对你安怎做判断，对基督徒安怎做判断，安怎去了解你的信用，就是看你敢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是一个信实的人。所以，但是咱也爱明白，伫讲诚实话的过程中间，咱嘛爱有智慧。若无诚实话，也诚做伤害别人的武器。圣经讲，独独用疼心讲诚实话，凡事忠信，连伫元首基督。咱伫周围嘛，咱常常看到一寡人讲话真直。虽然讲的拢是诚实话，拢是正确的，但是会伤害到别人，会引起团体的冲突。这是值得咱爱细腻的。讲诚实话的时阵，也爱用疼心，用适当的表达方式，互人得到造就。现在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时间拢爱讲话，有真侪时间拢爱甲别人约定。这是咱做见证上界好、上界重要的事情。咱生命中间嘛有更较重要的是甲另外一半的婚约，甲上帝的约定，咱拢爱接受，安尼会当互咱领受一生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弟弟，阮用诚实的心来表达阮心内所讲的话。主啊，阮等下要举行圣礼典，甲你同齐道。求你，互我记得
阮过去甲你所做的约定，你帮助阮会当持续去接受这个约定，来延续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个吟诗来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17首，受悲迄暝救主耶稣，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坐。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受过成人洗礼，就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享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对囡仔归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囡仔劳苦担重担，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伊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平安，甲恁三甲之地。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伫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体，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
所以咱大声照夜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现在按照圣教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这是谦卑恳求你，找见圣神的圣别碗，圣别者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助，会当诚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咱用骄傲的心伸出双手来扬起这个饼，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安尼来纪念伊，三个人领袖。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今安尼来纪念我。用恭敬的心来迎接这个杯，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咱洗净去咱的罪所流出来。
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耶稣基督。请大家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地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对你极大的疼，阮领受圣餐，互阮真实明白你欢喜阮，互阮也知你疼惜阮。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接纳阮，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马备办心来奉献。同齐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想赐阮万民的上帝，求你接纳阮用感谢的心奉献伫你面前的金钱，成做你圣工的路用。阿免。
遐坐，咱同齐来关心教会事工。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郭秀伟兄弟，也就是李玉英姊妹的翁婿，伫8月26安孝主怀，定伫9月11礼拜四下晡1点半，伫台北市怀爱馆景兴楼3楼智仁一厅举行入殓礼拜，并且伫9月13，也就是拜六下晡2点，伫本会7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本会郭俊良名誉长老伫9月5日安孝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成人牧区下半年度牧养同工训练会，伊的主题是拍网甲补网。9月13日拜六早起9点到12点10分，伫本堂10楼的礼拜堂，请兄弟来报名参加。另外一个就是牛埔镇讲义所的专题讲座，伊的讲题是熟悉交陪搬烂。讲员是杨思棒，伊是医师，嘛是作家。伊的时间是定伫9月21主日，伫10楼的礼拜堂。所以伊的流程是安尼：伫第3场礼拜结束到12点20是简餐，然后12点20到3点是专题演讲。因为爱准备简餐，所以若是要参加的兄弟，请你一定爱报名登记。报告以上，即马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即是来介绍新的朋友，介绍到新的朋友的时阵，麻烦你会当起立，互大家欢迎。第一位是刘德炎兄弟，刘德炎兄弟，伫遮伊是伫美国回来这个回来欢迎。第二位是邱佩芬姊妹，这样欢迎。第三位是张琼莹兄弟，伫后壁遮欢迎。第四位是林庭佑姊妹，来这里头位，应该伫外边啦第五位是陈威婷加张乔允夫妇。伫灵修室啦伫灵修室，咱们来拍鼓来欢迎。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绍到的，请贵宾等下咱去甲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牧师报告到这，多谢。咱同齐起立来唱颂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
愿主要所祈祷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将受呈现。咱今仔日经过社会有接纳这个林木恩兄弟来真做咱本会成年会员木恩伫遮哈，欢迎伊哈。